經常感到內耗嘅人，其實都有一種共同點，就係太過完美主義啦。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完美主義嘅人，但係我而家學習咗一樣嘢，就係其實有好多時候唔完美本身佢已經係一種完美嚟嘅咯。點解咁樣去講啊？當你冇完成咗一件事情，又或者嗰樣嘢係未完全完美嘅時候，代表咗我哋仍然有一個進步嘅空間，甚至乎我哋有修改嘅時候，甚至乎呢一件事情可以讓佢繼續可以持續落去，甚至乎可以讓我哋更加可以放過自己。喺呢一個不斷追求完美嘅過程裏邊，其實有時候會令到自己太過辛苦，甚至乎佢會讓自己唔可以放過自己，甚至乎會好多嘅自我批判，認為自己做呢樣做嗰樣都做得唔夠好，於是反而樣樣嘢都做唔成，反而樣樣嘢都會拖延，所以令到我哋呢一個拖延，甚至乎令到我哋批判呢啲嘅狀況嘅出現嘅時候，其實佢都係一啲內耗嘅源頭喎。所以我哋講緊呢啲內耗嘅源頭，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我頭先講㗎喇。容許自己冇咁完美，容許自己可以放過一下自己。喺呢啲嘅時候，容許自己，我只係一個經歷嚟嘅咋，我慢慢地我會越做越好嘅，所以唔擔心。而家做得冇咁好，下次再做返好啲咯。呢個其實係一個減法嘅生活。咁嘅時候，我哋內耗嘅情況應該都可以得到舒緩嘅。